扮野王李思捷向來都係以幽默搞笑風格深受觀眾喜愛。早前佢驚喜現身內地頂流音樂節目《聲生不息》大灣區季，與福祿壽拍檔阮兆祥、神模仿林子祥同埋葉倩文，獲觀眾一致好評。喺內地抽起熱話後，李思捷隨即又馬不停蹄到澳門舉行李思捷百變天王笑唱會2.0，大放笑彈，期間吸引咗大批嘅觀眾入場，反應熱烈，並拍板於4月底喺佛山加開大型嘅笑唱會。李思捷喺今次笑唱會演唱咗不少快歌，並開箱咗多首從未喺台上唱過嘅歌曲，同埋10年前由佢創作嘅後備為笑唱會帶來嘅不少新鮮感。而李思捷花咗大量嘅心力編排笑唱會，為想觀眾帶嚟一個愉快嘅晚上。喺笑唱會中，當然有不少最擅長嘅模仿表演啦。今次李思捷模仿咗劉德華、張學友、呂方、張國榮等歌星演出。問到芸芸扮嘢當中邊一次模仿最令佢有成功感，李思捷表示每次嘅演出只要有掌聲同埋笑聲已經係有成功感，好似扮4大天王秋官、鄭少秋、蔡楓華都好有成功感。雖然李思捷堪稱為扮野王之一，不過佢指對於模仿女歌星仍有難度。模仿外貌唔難，但係最難就係模仿女性聲線，又要唱得好，需額外花多啲時間勤力嘅練習。過往李思捷經常以福祿壽跟2位好友兄弟王祖藍、阮兆祥4處開 show。今次笑唱會中，李思捷踢低好兄弟單飛上陣，未知佢可有唔習慣呢？李思捷笑言已經慣咗啦，因為王祖藍主力發展內地嘅節目，而長師兄則佢有個人嘅棟篤笑，3人各自有各自嘅領域，需要加倍努力。問到李思捷可會效法阮兆祥挑戰棟篤笑，佢斬釘截鐵表示暫時無意挑戰。佢指棟篤笑看似係好簡單，但係每一次棟篤笑係需要投放以年計嘅時間心力去創作笑話。佢話以大師兄黃子華、許冠文為例，佢哋2位前輩需要花費2至3年先創作到一次嘅棟篤笑，要喺台上講足2小時，引人發笑係好難嘅事情。如果笑唔出，就會浪費咗觀眾2個鐘頭嘅時間，自己又瘀，所以引人笑係難過唱一首好歌，因為唱歌可以練，引人笑要到現場先知道觀眾嘅反應，所以一定要有肯定性先可以去做呢件事。提到李思捷對上次拍劇集已經係2019年嘅事，佢
嘅少女時代，問到可有戲癮，佢指遇上適合嘅劇本係好重要。佢透露今年會為自己度身訂造電影嘅劇本，自己為自己創作角色，相信會更為精準有效。今年嘅市道雖然唔明朗，但李思捷嘅工作已經排得密麻麻。除咗笑唱會之外，將會再與福祿壽到外地登台，又會跟男團 Hey Brother 推出新歌，吸金力驚人。